国民健康署按算今年开始要补助国中的查甫学生嘛通注公费的 HPV 疫苗。另外，这嘛是流感的季节，也毋过注流感疫苗的人数阁还未达到标准哦。台湾疫苗推动协会就选出去年一寡正重要的疫苗的新闻，那么做伙来关心。 自2018年开始，政府就补助全台湾的查某国中学生会使注公费 HPV 疫苗。虽然查甫袂着子宫喙癌，但是 HPV 病毒也是会造成性传染病、菜花甲其他癌症的风险。国健署去年公布，为今年9月开始，也要补助国中查甫学生注公费 HPV 疫苗。 这个政策也正做202410大疫苗新闻透明。HPV 不只跟子宫颈癌有关，它跟口颈部癌症有关系哈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你男生打了才能够间接保护女生。另外，即马寒是流感、新冠疫情的高峰期，但是疾管署统计，65岁以上时代有注公费流感疫苗的只有43.9%，比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75%低真多。 虽然倒手注流感、正手注新冠预防下口号，也是为10大疫苗新闻。在适逢今年新年开始跟这个农历春节到来哈，所以大家可能在这段期间都会有去出游啦，或是去聚会啊，这个活动非常多，所以我们想还是呼吁啊，民众，尤其最近的这个流感疫情，不管是台湾还是各国，事实上都有急速上升的趋向。台湾疫苗推动协会理事长李炳英表示，真侪民众对注疫苗有误解，烦恼注疫苗会造成心肌塌、脑中风这款疾病。但是疫苗拢有通过安全测验，而且无注疫苗为着疾病所带来的健康风险，颠倒是更较悬。协会呼吁政府甲民间继续合作，推动疫苗普及，建立正确的预防医学的观念。记者龚立旭凯台北报道。